點啊？先生下午好啊，我哋呢度係保利集團俾電話俾你，嗰次俾電話俾咗誠邀你今個週末嚟參加廣州嘅房產考察團，全程2日1夜，提供3餐同酒店住宿，我哋帶你了解廣州白雲新城嘅公寓同北京路嘅黃金地段嘅商鋪，我哋想約你今個週末過嚟參團。我哋到時會喺九龍塘嘅資產樓巴接送，你邊幾個人過嚟？邊個口岸話？我哋係香港喺九龍塘嘅資產親自接待你嘅先生。我哋嗰次帶你睇嘅廣州白雲新城嘅公寓同北京路嘅黃金地段嘅商鋪，咁你到時係香港邊個區過嚟？九龍、新界定港島？哦，你係邊間公司話？先生，我哋係保利集團公司嚟嘅，我哋開發商嚟嘅，全程都係由佢贊助，係冇任何嘅亦冇任何收費。我哋第一日會帶睇翻廣州白雲新城嘅公寓，第二帶咧廣州北京路嘅商鋪，而且呢都有自由活動時間，係帶你感受翻廣州嘅一線城市發展同變化。咁因為大家傾咗咁耐咁啱傾，我姓陳嘅，你應該陳小姐。咁先生禮貌上點稱呼你？你貴姓？我姓李，我叫李家超。先生冇客氣啦，李生，我哋今日帶翻呢個資訊俾你嘅嚇。我今日冇客氣先啊，今日帶你睇呢個項目，佢睇一睇呢個商務嘅項目，佢係位於廣州北京路嘅商圈。北京係廣州嘅城市名店，佢係最核心、歷史最悠久嘅商圈，佢有1000年嘅古代嘅遺址啊、大佛寺啊、等文旅啊、老場美食、潮流購物於一體，地點又靚，租金又高，人流又穩定。李生就想約你今個週末過嚟參團，過嚟親自感受翻，順便過嚟北京路打個卡。我哋到時都係喺我哋九龍啊，資泰日樓巴接送。咁你到時一位過嚟定係2位過嚟？我同你做翻個登記。哦，好啊，你會親自過嚟接我係嘛？我哋會喺香港嘅九龍啊，之後會親自接待你嘅，李生。咁李生，咁你之前有冇參加過呢種嘅類似嘅睇樓團嘅？哦，有冇參加過啊？係啊，你話我哋有冇了解過大陸呢邊嘅樓盤咯？我通常就唔睇大陸嘅，我睇馬來西亞啦、泰國啦、新加坡啦嗰啲為主啊。哇，咁犀利係李生。你都好犀利啫，廣州。係。李生，今次仲有另外個公寓嘅項目都介紹翻俾你，再阻你少少時間，你聽我講埋先。唔該你，李生。李生嗰次推出個公寓個項目，佢係商住兩用，佢係做寫字樓、樓上鋪。我哋依家已推出咗34到40方嘅小型嘅單位，首部需要20萬，總價32萬就租業主。我哋而家仲有酒店包租，係幫你代租代管。我哋一個月嘅租金係收到3000蚊，加上而家全部現樓現成，你呢間物業係保利物業，物業服務10分好。你呢個項目真係10分適合做投資，我每個人抽得幾日時間住下放鬆下。我哋先幫你登記翻一位，咁你到時係香港邊個區過嚟？九龍、新界定港島？我港島半山喎，你想唔想嚟車我㗎？李生，我哋港島半山。李生係同一個集合地點都係香港咧，九龍塘嘅支炮就行上車嘅。咁你嗰時係去到九龍塘嘅地鐵站呢邊，大概要幾耐時間啊？你唔想嚟半山車我嘅？我哋唔會啊，我哋統一係喺九龍，今次嘅統一地點係喺個九龍嘅支炮。香港島咧？香港島冇車啊？冇啊，李生，我哋係喺個九龍塘嘅地鐵站集合上車，今次嘅統一地點都係喺呢邊。李生，我再阻你少少時間嚟聽我介紹埋。我哋今次嘅項目佢收邊係有10間高校，57間中小學、幼兒園，佢係打造翻廣州北部嘅大學城。3間師生人數有13萬人，我哋啲師生全部有公寓嘅租客嚟嘅。然後跟住出咗公寓嘅項目，佢仲有商住兩用，係唔憂租嘅，以後地方租金都唔使擔心。加上而家全部有現樓現成，係即買即收樓即收租。李生係今個星期仲有團購優惠活動，係一個1年嘅免費分期嘅名額，係只限今週先到先得。
李生真係唔希望錯過呢次機會，咁我先約十分呢一位過嚟先。咁我到時係樓巴位置，使唔使幫你安排前啲或者中間位置啊？你話唔問啫？好啊，多謝你先。唔使偷人啊，嘅李生。咁李生，我到時幫你樓巴位置，幫你安排中間位置啦。咁啊，李生，咁你近排有冇翻過大陸或者有冇來過廣州呢？北京路打過卡或者睇下過啊？睇過啲乜嘢啊？我話你有冇來過大陸或者有冇來過廣州呢？北京路行下睇下呢邊嘅風景嘅發展同變化。我都話去馬來西亞、新加坡或者泰國嗰啲咯。明白你意思，唔近嘅李生，咁咪啱啊！就趁今次機會嚟睇下呢邊廣州呢個發展同變化咯。加上我哋今個星期都有全部兩個樓盤都睇廣州呢邊嘅。咁啊，黎生我先約十分呢一位過嚟先。咁麻煩你提供下你嘅中文全名，我要幫你 book 酒店房啊同埋樓巴位置。係李家超。李生冇事，大謝你啦。